大家好，欢迎恁来收看这段影片。今仔日我想要来甲大家分享关于咱台语正名的问题。前一阵仔讨论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声音真多，不过伫咧台语这个语言的名称上，煞有淡薄仔争议。对本身有咧使用台语的人来讲，台语这个名是真素常嘛无问题。但是对本身毋是使用台语做母语的其他族群来讲，可能听起来就毋是遐尔熟悉。伫称呼顶，台语、台湾话、闽南语、台湾闽南语，也是河洛话，拢有人在用。一般本身就使用这款语言的人，讲台语也是台湾话上侪。伫咧讲即几种称呼的差别，甲我的看法进前，先甲大家小解几种支持也是反对的论点。按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杨忠定的讲法是讲，对咱客家的乡亲来讲，真侪人会感觉，阮自细汉就无想讲阮的语言毋是台语，也就是讲，阮自然就讲客话，客话自然就是阮的台语啊。那安尼，台语这个名称的使用，阮也是感觉佫需要加一寡时间，大家来讨论。过来就是中研院医师李仁贵先生的看法，伊讲是闽南话，不过遐侪所在拢讲闽南话，到底是啥物所在的闽南话咧？漳州的闽南话甲台湾的闽南话是非常无共的，两边根本无法度互通。干那讲是闽南话，会造成疑问。若是要完整来讲，是台湾的闽南话，不过安尼佫伤啰嗦啊。上简单来讲，就是讲台语。上尾是文化部政务处长丁晓晶女士的看法。伊讲各个族群要使用啥物款的名称去称呼因的语言，有因家己的权利。但是语言若讲硬要甲定名，会有真侪意见，爱有一定的共识以后才定案，当然则较周全。头一个，我认定的台语的意思是一种上侪台湾人使用的语言。一个较上地方名做名称的语言，就是这个所在上侪人使用的语言。但是无代表讲这个所在无其他的语言，也是讲其他的语言就毋是这个所在的语言。过来就是台语虽讲是河洛人早去到福建，才佮对福建传过来台湾的。不过，这种语言伫这片土地经过遮侪人，不管是伫用词也是语法，拢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。所以，佮继续用闽南也是河洛这寡中国地区去甲号名，我感觉是无妥当的。第三条，闽是蛇的意思，伊在讲闽这个所在的人是蛇的后代。这个人讲的是闽语，也就是蛇语，无甲这个所在的人当作是人类来看，我感觉这内底是有一寡歧视的意思的。所以讲用闽这个字来当作这个语言的名，可能无啥适当。上尾一个是河洛，河洛是客人互福建人的称呼，有一个讲法是讲这内底嘛有歧视的意思，不过无明确的证据。但是我想一般嘛袂特别甲家己讲做是河洛人，除非是要甲其他的民族区分开的时阵。综合以上几点，所以我支持咱台语就应该爱叫做台语，支持台语正名。话听伫遮，希望透过这段影片，会使互大家对台语、闽南语、河洛话这几种称呼之间的差别，甲伊背后的意义，有一寡新的熟悉。上尾，希望咱的台语会使正名，直接继续传承落去。若是有任何无同款的意见，麻烦您伫下骹留言讨论，多谢大家。